的内容，他看中国的语音。伊在二就加好音，其实只有17载，咱两在1和2班来讲就正。因我愿得其先其现其来，以那处业所得，也有那处地亲像大地，以我必得其心其现其来，以那处业所得，也有那处地亲像大地。啊，下首个是讲咱啊，请有讲开开始看。像看见那里，应该咧话啦，拜四啊，用咖啡黑板，这个是通常这是比迄个名字这迄个啊，比叫所以咱人咧参加活动的人，啊，古代经管，该用中华民国的啊，在全部名字这就是46号。台湾有80万人口，80地啊，有民宿可以设在，再来有儿童可以啊，经常安置，有祭拜堂的上面练习，都有相关的这个礼拜日他们可以，啊礼拜日在考这种关系会。